嚟到意大利嘅其中一個城錫耶納，咁啊最出名就係呢個啦，天主教座堂，都有800幾年歷史㗎啦嚇。如果想入去睇下裏邊嘅哥德式建築咧，買飛啦。本來咧呢個主教座堂咧就想擴建嘅，但係咧因為700幾年前咧，咁咧呢個正門咧就想做入口，但係咧因為黑死病嘅緣故咧，啲員工停晒工，咁就變成咁啦。而家想睇晒啊，就10幾至20幾蚊歐羅啦。周圍咧啲建築物都好古舊嘅嚇，唔怪得咧就係呢度係世界文化遺產嘅地方啦。呢度咧就係嗰個座堂嘅背脊。呢座都教堂都獨特啦，當然冇頭先第一站嗰個咁犀利啦，當然啦，呢啲就唔使入場費噶啦。有冇留意碌柱啊？一個母狼養育2個嬰孩嘅故事啊，就喺呢度誕生噶啦。意大利經濟學家沙盧斯迪奧班迪尼，咁咧就係生於1677年，死於1760年。好熱鬧啊！啲橫街窄巷啊，而家計啦，做咗商鋪嘅地方。前邊呢座建築物唔知係咩嚟嘅，但係都幾獨特喎。呢啲地方嘆下嘢都唔錯噶，價錢都合理嘅。廣場前邊間屋仔係做啲乜嘢嘅咧？睇睇先。原來係賣小食嘅地方。好，落到市政廳入去睇下係點嘅先。啲建築都好似係幾高，就係咁啦，頂部。去到邊都有呢個母狼照顧呢2個嬰孩嘅故事。頭先我話呢個田野廣場咧似一個線形啊嘛，又叫線形廣場啊嘛。嗱，我而家就去到呢個中心點啊，呢個 centre， 順埋去俾大家睇睇，似唔似咧？呢個許願池咧，當然就冇我哋喺羅馬嗰個咁壯觀啦。再見啦，錫耶納。